这个中秋节哦，民众送礼、寄文旦、寄月饼，这个邮局的包裹是塔甲甜甜甜。像高雄邮局平均的处理量加出着4成，屏东邮局这礼拜的量嘛加出着2倍外。这个基层负责收寄、运输甲投送的同仁压力拢真大，但是伫这个无用器材卡刀，屏东邮局唔去检讨卡手无够的问题，竟然是发出着通知，要来追究着延误送包裹的责任，是互工会规8都会拢倒起来，非常的不满。一箱接一箱对船艇搬来要运去的邮务车，要赶伫中秋连假进前送到民众的手中。伫屏东邮局这边，后趟库堆甲真满，涂骹阁有几啊堆。规个塞车拢是文旦、水果、秋节礼盒，都像一座小山。最近有增加啊，不过我们的长官都有多增派人力。这一礼拜都增加真济邮件包裹量，比平常时加2倍外，邮务员拢真无闲。有加班阁加人啊！逢年过节一定会有真济包裹，不过邮政产业工会不满屏东邮局阁发出公告，表示若是有严重去查到假到位的情形，会追查查到的单位和原因，算不是检讨人无够的问题。这个其实会让我们的同仁造成压力。那所以我们工会也密切的去关切，然后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形。中华邮政甚至屏东邮局，只有感谢我们基层投递同仁，是希望我们的管理单位能够负起应该有的责任。不过，同款真无用的，阁有高雄邮局。处理3万几件。高雄邮件处理中心阁有几辆车包裹，邮局的工作人员一直把货品放去哩运输带，包裹量飙升，比平常时加4成。那个柚子的进来高雄邮局那个邮件差不多在18000件左右，差不多比平常多了5000件。中秋节伫要到啊，货运业者收未了的包裹，都交予中华邮政继续处理。加上中秋节包裹上换伫8号进前，都要送到位。各地邮局加班增加人力，都是要赶伫中秋节进前，将民众祝福的心意顺利送出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